你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真的爱上了。可是我真的不爱你。开玩笑，谁说我爱你了？你看，又不承认。我爱你，我吃多了吗？真的是。好，那就直接打吧，说来者何意？我身边有那么多女人，我爱上你，我病了吗？神经病了吗？我。那你怎么不天天找他们来找我呀？天天。他们没有实力呀，不想打呀。哎呦我的妈！这是说心里话。哦。对方没有实力的话，我没办法打呀。一个人可以打 PK 吗？啊，意思是我有实力了。意思你有一点点，也不是很好，你的实力也不很好。我的要求是达到的实力不是你。来打榜100。榜100。来试一试。我榜100也就1颗小星星，真的。一人1个小星星。对呀。一人10个小星星的话，我会不会赢？会，你一人2颗你就赢了。真的。真的。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家呢，每次开始就是来行吗？你妈了种，这大几早都没得分明了。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小星星，俺的，前面有那没得这个前面的前面家，没家前面家。啊，惩罚说。输了的话，我支持你1颗小星星，谢谢云淡风轻哥哥，谢谢果果。你们不要这样说话。你管我，我家哥哥喜欢。怎么了？哎呦我的妈！你说话说的不要太温柔了。你输了的话，你就用我刚才这种语气去跟嫂子撒娇3分钟，不许停。撒娇什么意思？撒娇你就说，嫂子，你看人家可不可爱嘛？你夸夸人家嘛，嫂嫂，人家最喜欢你啦，嫂嫂。去跟你嫂子撒娇3分钟。那你输了的话，你跟谁撒娇？我家狗狗在这儿。狗狗抱过来可以撒娇吗？可以啊。可以。OK。OK。来榜100。榜100就100。开个会，开个会。为什么会直接打了？直接打？那不行，那得开个会。闭麦，开会。闭麦。那咋我从的记错的可是你妈了从。没记到人家个你妈了从，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有那什么能吧？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没加。没加个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什么能把加长给了。一中国要做的30秒看到那儿，为啥30个弄的呢？为啥30个弄的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为啥30个弄的呢？日期就目前有的话，榜1、榜2、榜3、榜4，慢慢来。其他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没加，今年没加做的这些都忙不的，这些都没中天天洗脑扭的了呀。你妈了，怎么你懂浪唱真是这样子？PK 要我最差的没你懂浪唱真是，没你懂弄的可是没加我可是没加个。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什么那么接到个了？感谢江苏兄弟，打麻将出劲，什么接到上个的没得这个什么的接的话什么那么，什么接到上每个呢？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什么那么，他每次在些点么子中就那些没，这些结果就要还过的嘞。榜100做的，家长同步的家长家嘛的包干嘛没有打着？打利息嘛接，打麻将什么那么，打麻将。打你怎么激动参加有的？打利息这么去嘛接啊？打利息这么嘛接，超老早查的嘛的。可是打我要找你带个了着，不是带么个？现在不用查，等一下上，接才够啊！什么那么接才？我要找你的，为啥3这个弄的那样什么那么？什么有那着小星星有那着，什么有那着小星星有那着，为啥3这个弄的样？为啥3这个弄了？我要找你的3阿姨。到做的刚到弄个接的个是你妈了从，没加汤巴个，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什么弄吧？你妈了从加开的，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没得这个小星星俺的呀，破了这个接送个人，但是你是开嘛你做的个是，但是去开到呢，榜100做么的开那装么，
实力进步这就是个家呢，你妈了从个，没中看他当着人个嘞，没这个小心心爱的营养什么弄吧？所有人100个人一起站榜，好吧？来做好准备啊！没加汤吧，没加汤吧，什么弄吧？没加汤吧？来做好准备，我要来发起了，哥哥姐姐们啊，榜100啊，做好准备。我现在先改一下100，来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哥姐们一定要打在前30秒啊！来听我口令，3。哦，对，手机往冷一点的那种。对，你准备个散热器呀。哦，我明天准备好准备。刚刚我赢了。谁赢了？刚才说了谁卡算谁输，你都卡2分钟了。我的榜100是16票，你的榜100是9票。我们最后是10几票，我们补上来了，而且谁卡算谁输，是不是？我们之前打 PK 之前就说过了，谁卡算谁输，对吧？是不是你卡了？不是我卡吧？是你卡掉线了，对不对？而且是打 PK 之前。对呀，谁卡算谁输，这是江湖规矩啊。对，我赢了，兄弟。我榜100是15。你最后2分钟就卡了，你赢个锤子。哎呦我的妈！连1分钟都没有，只有30秒我就带走了。30秒你就带走了？对。你带走之前，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家人们全部在补棒棒糖，所有人都补上去了。这就是你带走之前发生的事情。哦。对，我们家全体在补棒棒糖，而且全部都补上去了。你可能被带走了，你没看到最后的结果。我告诉你大结局。对。今天晚上我进步大的来了吗？真的。是谁？谁来了？今天晚上我来了很多的进步。对，你今天晚上很棒，你第一次打榜100就这么厉害，真的，你太棒了。对，太棒了。对，兄弟们，已经很牛逼了，我们已经很牛逼了。是你第一次打榜100就这么牛。对，太厉害了。哎，对，老牛了，对，太棒了。这把我承认输，那我做什么？你去跟你嫂子撒娇3分钟，不许停。撒娇是就相当。你就说嫂嫂，我可不可爱嘛？你快夸夸我嘛，嫂子，你喜不喜欢我呀？去。那样我哥哥不会生气吗？你都说了你俩一个老婆，凭什么他生气啊？那也是你老婆呀。他最近不在家里。拉着嫂子的手啊，拉着嫂子的手，嫂嫂，我可不可爱？你夸夸我嘛，嫂嫂。你爱不爱我，嫂嫂？你爱我还是爱我哥？去吧。嫂嫂。拉着嫂子的手。嫂嫂。哎呦我的妈！怎么没了？怎么又消失了？你快买个散热器吧，港吃巴登就几10块钱。嫂嫂不在家呀。嫂嫂背着你和哥哥去哪玩了？我给他打电话，马上上来。他妈妈在家里，他妈妈家在这下面。你说你和你哥哥2个人，你嫂子都爱出去玩，你说你们俩真的是。不是我，对，不是我说你们俩，2个人嫂子都想出去玩。哎呦我的妈！他比老3好玩呢，必须的。点关注，点2灯牌。嫂子，我是我哥。蓝牙灯。嫂子，我是我哥。哎，当然，那些小孩有的手机带走了，烦死了。您拨打。他们没点关注，点关注去，没有亮灯牌，2个灯牌，谢谢大家。嫂子把你拉黑了。什么拉黑了？不要乱说。你说你和你哥哥怎么回事儿啊？你连个嫂子都留不住。
嫂子妈妈家在下面，我们是6楼，他们是1楼。那你直接去妈妈家找嫂子呀。去吧。喂，喂，喂喂，哎，喂，阿妈卡包对的，就是卡包大嘛的。哎，阿妈卡包对的，咱们什么卡包对的？哦，那等到有你就办。笑得我脸疼家。快点，我要做盛饭，快点！看懂我们就这样要求的。那等到就办好的。家庭地位挺高啊，什么态度？妈的，我不需要你露你的脸。妈的，不需要露你的脸，你过来一下可以了。0这里取消了，你撒娇做了的，帮我买，你帮我买。可以一小美女，我们2个搭配个了，我输了。嫂子好，嫂子。快点。阿皮，快点，阿公。当时你脾气不怎么好，你对嫂子什么态度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虽然那也是你老婆，但是我没有骂她呀。但是你不能吼嫂子呀！一会儿撒娇的时候你可不能这样啊！哦，亲爱的嫂嫂，你可不可以上来一下？我一个人害怕呀。哎，一会儿就这种态度保持啊，然后还要摩挲着嫂子的手。亲爱的嫂嫂，你去哪里了呢？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家里面，人家害怕嘛？嫂嫂，我想你了，好想你呀，嫂嫂。拉着手，边摩挲着手啊，好不好？跟嫂子好好撒个娇啊，3分钟不许停。有呀！亲爱的嫂嫂，你可不可以快上来，嫂嫂？我想你们2个好好一起休息一下。哎，你哥这2天不在家，就和你和你嫂嫂2个人啊？这2天我哥有点忙，挖虫草，卖虫草又卖出去，这样他说这样的不行。那你住哪个房间？我做谁的站？这不就是跟什么？就是你晚上住哪个房间？这个不是盛饭呀。明白了，明白了。这2天是你的排班期是吧？排到你了。嫂嫂住我哥和他们2个的房间，嫂嫂住嘛。我住这个直播的地方，你看嘛，你的自行车在这。啊，这是我送你的自行车啊，好好看。啊，那嫂子，我晚上谁敲谁的门啊？晚上谁敲谁的门？嫂嫂，哥哥有时候敲我的门。嫂子敲你的门啊？对，敲过10几次。敲过10几次？哎呦我的妈！不是啊，就这2天敲了10几次，嫂子挺行啊！嫂子这么牛逼！
3年之内敲过10几次门。啊，3年才敲了10几次啊？啊，他平时好看。哦，那你敲了嫂子几次啊？我给他敲了20多次吧。敲门是这样敲门。哦，就是那嫂子有没有说过夸过你啊？夸过。那嫂子是怎么夸的呀？哎，弟弟，你好帅，你脸好白，你的这个胡子很有男人味，你不错，你就嘎嘎这样考过。那嫂子有没有说最喜欢你，还是最喜欢你哥哥呀？哥哥不在的时候，他喜欢我。那这2天是不是嫂子都喜欢你啊？这两天肯定爱上我了。好，那你一会儿就情景还原一下啊，然后摸着嫂子的手，嫂嫂快夸夸我，来啦！不送不送。不送，我要直播过去。嫂子你过来。笑死我了。你阿妈她做什么不送？哎，阿妈做什么？吃你心，把你阿妈。你不用做那么多。拜拜。哥哥，我们2个有4个小孩嘛，4个都下去了。嫂嫂追他们4个追过来了。那你的是哪个？这个是今天晚上不告诉。过去。不会没有一个是你的吧？看嘛，这是你看，多的很。哇，哎呀，怎么感觉哪个和你都不像？刚吃。我没觉得，我没觉得。你走过来。莎莎。不许停！我要撒娇，这是我输了呀！这没法办呀！这把这个门关一下，羞不羞？过去，门关一下子。刚见过。对，过去。来，继续。那你坐这，不用露脸你。露手，把手露出来，要露手，把手露出来。这是他的肉。好，哎，抠手心，对，抠一抠。来，我继续，你喇叭弹，我继续，喇叭没你手。来继续。莎莎，我摸摸你的手，莎莎，你的手好可爱，莎莎。最近哥哥不在家里，莎莎，我很爱上你，莎莎。莎莎，你的手为什么这么胖？胖的。让嫂嫂夸夸你。嫂嫂，你能不能夸我一下？嫂嫂，你能不能夸我一点点？你的手为什么那么胖，嫂嫂？嫂，我很喜欢爱上嫂嫂的手。你问嫂嫂爱不爱你？
嫂嫂爱不爱我？估计是不是变态？不是的，嫂嫂不回答，你就要一直问。他们就过去，先你过去。不是那个小孩一直看羞不羞，真的是。嫂嫂爱不爱我？嫂嫂。那你是爱我还是爱我哥哥？嫂嫂，那你爱我吗？还是爱我哥哥？爱你。哦对，错了，嫂嫂爱你，么么哒。哎呀，我的天哪，你已经超过你哥的地位了。哎呦我的妈！哇，杠七八豆，牛逼！哇，你比你哥哥还厉害，牛逼！对不对？哥哥是黑黑的，哥哥是黑黑的，你是白白的对，他我说的。啊！你是二嫂嫂，晚安。不错，牛逼 class， 港赤，你是男人的骄傲。你是成功在唯一的哥嫂大战当中，不是哥弟大战当中，弟弟赢了的那个，成功把嫂嫂拿下。哪几哪你不拿？啊？哪几哪你不拿？为什么呢？哪几哪你拿的好，我外面没有机会嘛。啊，你吃着锅里的，你吃着碗里的，还要盯着锅里的，还要看着人家锅里的。我的意思就是我全部不拿。全部都不拿？对，一直不拿，一直不拿。一直不拿就可以一直拿。一直不拿。一直不拿就可以一直拿。一直不拿就可以一直拿，什么意思？这个？真的，你这个脑子有点不正常啊！我的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个成语？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做“吃里扒外”。吃里扒外。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吃里扒外，就碗里面的饭全部吃光的意思吗？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啊？什么家里什么？家里红旗屹立不倒，外面彩旗继续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是外面是继续跑跑。彩旗飘飘。彩旗飘飘。对。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外人的水也能流到你的家里。外面的水流到我的家里。哎呦我的妈！为什么外面的水流到我的家里干嘛？没事儿没事儿，你自己悟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好好悟吧。我现在不悟呀。你现在不悟啦？不悟，不悟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个就属于大智若愚型的。大智若愚型的。对，大智若愚就是说的就是你。你假装什么都不懂，但其实你什么都懂。不是真的不是，我没有读过书呀，真的。那些根本就不认字。哦，那你公屏上人家打的字儿你认识吗？公屏上打字的有些看没看出来，打 PK 就人家在你听不懂。家乡话，有些字我会读。偶尔能看懂一些是吧？对，一直看抖音直播嘛，就慢慢就会了一点点。可以，挺好，挺好，不错了已经。学过汉字，真的。很好，很好。没有。已经很不错了。真是。但你也这个狗表白一下啊，撒娇一下啊。我赢啦。不是，重新可以报仇呀！你要报仇啊？昨天晚上也不可以报仇，今天晚上也不可以报仇吗？好，可以。那你要怎么报？那个太自信了呗。你要报什么？我们两个打榜50。哎呦呦，
哦，打榜50啊？对，真的吗？真的。那你输了怎么办？那我输了，我就跳舞呗。我不要你跳舞。唱歌你要是输了的话，你有你哥哥的电话吗？哥哥的电话肯定有呀。你给你哥打电话开免提，你说哥哥，嫂子说更加爱我，今天晚上要跟我一起出去玩。哥哥，你跟他炫耀3分钟，不许停。你说你不在家这2天，我和嫂子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恩爱，特别的幸福。哥哥，你可以不用回来了。哎呦我的妈！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你哥哥就可以了。这个哥哥不会生气吗？你本来你和你哥哥和嫂子都是一家人啊，生什么气啊？你说哥哥你在外面待几天回来也行，我和我嫂嫂先培养一下感情。你没有结过婚吗？没有啊，真的吗？真的，我我还没有对象呢，我没有男朋友呢。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真的。我唯一的我的异性朋友在我身边的就是我家的狗狗。你不要说狗狗，你心里绝对有一个最喜欢的一个爱人的男人，跟这个打个电话，你对他好好表白一下3分钟。真没有，我骗你是狗。怎么可能真没有你不是小孩，怎么可能没有？我每天下播就给我妈视频看王子，看我家小狗。我每天下播以后没有任何的事情，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就跟我妈妈视频看我家的小狗，它叫小王子，真的。那你是什么意思？真的这样的话没意思的。对呀、我的所有的业余生活都是小王子，都是我家小狗，真的。我的世界只有我的小王子，真的好奇怪。真的，我不骗你。绝对有，真的有，这个是有点真的皮毛的，兄弟们。小狗就是我的命。你们这边多管闲事，过来干嘛？快去！欢迎金圣元哥，欢迎。把这个门关。我可以跟我家狗狗表白。狗狗表白有什么意思吗？真的是。那真的是我的命，那是我从小到大陪我一起长大的，我最好的朋友。那我最好的有一个兄弟，你给他加个这个跟称，你们2个加一下，你给他表白。可以，我输了，你把你朋友电话给我，我现场给他打电话表白。你真心真意的表白一下啊！可以啊，以后我说不定你会爱上他的话，他会爱上你的话，这个不关我的事啊。可以啊。好，接。那你输了，你就跟你哥哥说，哥哥，你稍微晚几天回来，这2天我和嫂嫂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甜蜜，你不回来都行。嫂嫂说她最爱的是我，不是你。好，就这么定了，打榜50。等一下啊，榜50打的话，我实力应该不行。打总榜嘛，打总榜嘛，打榜50，兄弟们，加上你都说打榜50了嘛？男子汉大丈夫。加上东部你加上俺去么也到加榜50加怎么个能按个东部的接入去么能吧？打总榜全当把个干嘛么你到怎么个能按个你把的接入的去么能吧？看住，你妈了说打这个的打黑总，总榜到怎么个能按个你把的接入去么能吧？榜50到怎么个能按个东部的接入看住，所有的打个打去嘛。总榜就怎么这的给你妈了总好打总榜。总榜也得开会。开就开。好。就我输了的话，家人们，这个惩罚不过分，为什么呢？他和他哥哥是一个老婆，这是人家藏族的一种习俗，就是兄弟2个人共用一个老婆，这个不是骂人，也不是过分，这是他们当地的一种习俗。我也听不懂吧？我听你们的话，就打总吧，就打总榜，兄弟，就打总榜，就打总榜，兄弟们，就打总榜啊！赶紧去，
人气票做一点点，兄弟们，打中吧嘛，打中吧。全当把个干嘛么女的打，帮我是都是这些啥么个你妈了做，点赞没这个点赞蒙才去带个了，我洗个给团结个了，破了叫个这里送了个句，不要你妈了做，点赞没这个点赞干到那个去的个这些带个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点赞加油，点赞点赞点赞，点赞加油兄弟们，点赞加油点赞。点赞加油！每一位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催人摇熊，人气能不能分享？分享，兄弟们，人气能不能分享？2000个人听不懂，就打的是总榜，兄弟。OK， 我听你们的话，兄弟们，呀，没中你懂，看到那要去骗过了，点赞加油，兄弟们，点赞加油！Game on！老李两把写着嘞，对嘛嘞？冰箱到那的中午热算是讲个。光啊！干了讲个的卡巴家那要几去？有多嘛？不是干了嘛的。我们打那土上个算那几么东，就是。我的这嘛都是等着我中午热算这个。等着我了，你上去看看那卡巴家那个中午片的。打的是中榜，兄弟们，打的是中榜，全当把个干嘛样？全当把个干嘛样个？你妈了操！你那他西面的他，差点让这个你去。他西懂个的，你妈了操！他西接着的，他西接着的懂个的，我心里。你妈了操！对，中午在家是消化的也多嘛，啊，有运动。还加了点呢。妈。哎呀！哎呀，当个真个买，你妈了操！中吧样什么那吧，中吧。为啥上去个弄的那？干到那个去的个在带着我什么那吧？为啥上去个弄的那？你妈了操！让对方想。让对方，就这就是。让对方向我表白。可以的，好的。我最以前那把跟你妈忙了那种，我要作用的可里边热气球有那，保时捷有那，私人飞机有那，321做的我要作用的，干到那个接的个在带着我什么那吧？他就跟那边谁？我要作用的，俺强都有。现在在成都啊，要能够团结起来，就可创造奇迹。都在记住，团结。来，做好准备，前30秒翻倍，咱们有什么打什么啊！来，听我口令，3、2、1，看兄弟们，闭麦，兄弟们都可以给旭儿哥发私信啊。什么感兴趣的发私信什么？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港翅感兴趣的，可以给港翅发私信。但现在我就惩罚怎么做？你说，给你哥哥打电话开免提，你就说哥哥，这2天我跟嫂嫂相处得很愉快，我们俩过得很幸福。嫂嫂也说了，她最爱的人是我，不是你。哥哥，你可以晚几天回来，我想跟嫂嫂一起再过几天2人世界，可不可以？打吧。开免提啊，开免提，用普通话。什么哥哥？哎，哥哥，啊？在干嘛，哥哥？啊，在弟弟。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哥哥，你放心，我跟嫂嫂我们2个一直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2个过得很开心。你能不能时间长一点不回来家，哥哥？啊，可以。弟弟可以。哥哥。啊？
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的嫂嫂，她就爱上我了。哥哥，有可能你就淘汰了，你不生气吗？不生气，不生气，没事，弟弟。哥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可以，最近生意。嫂嫂特别爱上我了啊，哥。那能不能你还有3个月，能不能你不回家，哥哥？可以。这样的话，哥哥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有啥意见？你说我。对，哥哥，我的哥哥端着逻辑真棒。哪有？在家里，哥哥。你这那是哪有？真的在家，哥哥。昨天晚上嫂嫂给我做饭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哥哥。他给我做过的饭，你从来没有做过，哥哥，你不要生气啊。他昨天晚上给我炒了一个3菜1汤，哥哥。你这样吃过吗，哥哥？没有。那哥哥，你能不能还有3个月不回家？可以。好，哥哥，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我和嫂嫂，我们2个玩的愉快开来啊！好，哥哥，拜拜，晚安。拜拜。3分钟。你这不像打 PK 做惩罚，你这全是心里话。你这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哎呦我的妈！尤其是哥哥，你这3个月不要回家了，你说了好几遍。你多不希望你哥哥回来呀！你哥挺仗义啊，你哥挺大度啊，格局好大呀！真的，哥对我真的特别好。刚才我这边有一个小孩，小的有一个嘛。啊！你看嘛，我们2个的小孩。你和谁的小孩？就刚刚小有一个现实，我给你看了嘛。你和你嫂子的小孩？就哥哥，我们2个的。不是你的还是你哥哥的？到底？这个鼻子像哥哥呀，嘴巴像我。怎么可能会有2个基呀？真的，嘴巴像我。要不就是你的，要不是你哥的，哪有2种基呀？还有那个小孩的这个声音像我，他唱歌的时候声音好听的很。这个小孩真的。就是你也分不清到底是你的还是你哥的。我肯定不知道呀。不是日子上算不出来吗？日子上有时候算。哎，放手！该做的惩罚全部做完了，再放他干嘛？太乱了，家人们，这也太乱了，这也太乱了。怎么太乱了？玩的开心，喝的尽兴呀！一个在外面跑出去做生意，钱挣过来的人家里打过来，我们在家里刚好就一样嘛，压力没有。哦，对，这样心里压力没有呀。哦，对，有道理。哦，对。我跑出去那个赚的钱打到嫂嫂的卡上里面，哥哥的钱赚回来那个打到我的卡上里面。哦，杨不，你嫂嫂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可以收获到2倍的幸福。我嫂嫂是幸福女人，真的。对，你看有2个男人宠她爱她，你看看多幸福呀！天哪！那你祝你们3口之家能够永远这么的和谐幸福。多谢。
你说你们3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多好，你非得在外边再找53个老婆，你这不多余吗？这个是假装找的嘛，假装找的嘛，真正的一个都没有呀。假装找的啊，真的你只有你嫂子一个女人。真的假装找的呀，真的是这样找的话，我嫂嫂受得来吗？肯定是生气呀。那你外边那俩孩子你怎么回事儿？我没有断播，这次我没有断播，抖音广播提示来了。提醒什么？提醒了一个很多的资料，我不懂。真的。抖音大大，你看你可不要提醒他，你提醒了他也看不懂什么字儿。这么多的一个资料提醒了，我一个都看不懂，真的。哎呦我的妈！啊，这就是叫传说中的对牛弹琴吗？我这个资料多的很，他在那里真的是。对牛弹琴。他抖音广播说小心点，不要说话，小心点，这样给我发字的话，我会懂。他那个资料，这一盒全部是资料，我听不懂。给了你一张黄牌，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好，正能量。好，不聊你家庭上的问题了，好吧？我家庭上挺好，过得很好。过得很好，行，只要你们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对。你们要幸福一辈子啊！肯定嘛，这个是白头白老。白头到老。我小孩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什么阿皮。白头到老。白头到老。白头到老。你们2个怎么知道？这当然知道了，要不然学白上。啊？不知道的，那学白上。学白上什么意思？对，就是那这白上，那这忙着呢，大一个。哎呦，那忙着呢，这个人也对。知识的力量，为什么从小要抓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对好好学习？那些聪明的很啊，小孩那些。你就是让小孩接受教育，一定要从小接受教育。人家爸爸妈妈小孩教汉字汉语嘛。对呀。我的话，小孩教我。要不然你看，你连官方给你的提醒你都看不懂。对。你是什么毕业的，港池啊？就这个是。就刚才有这。欢迎我李哥。毕业。我没有上过学，怎么毕业？那你让你的孩子好好教教你吧，毕竟在抖音平台还是要把字儿先认全的。孩子那些3个都聪明的很。对，偶尔就是官方有一些提示什么的，你得看得懂，得注意下一次不要违规。马上 pause 用就行。感谢我冷风哥哥，谢我冷风哥。哎，嫂嫂，他就小白菜吃了啊，那个你要把垫子，这样的话肚子会痛的。你饿了的话，妈妈这个做饭嘛，过去。哇，真是个好爸爸，多幸福呀！让你哥哥晚点回来好不好？这样好幸福。3个月不能回来时，他说好事，真的说。那3个月。我给他说，哥哥你先忙吧，3个月不用回来，我们再过得很好时。他说。好，抓紧时间啊，争取能有你一个完整的、独立的2个你的孩子。这2个都是我的事，你看一下鼻子，过来。我不看了吧，小孩不能上镜吧？不是，这样可以上，这样可以上。这个我知道。先看个鼻子嘛，先看个鼻子。对。港池，你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听实话。大概率的90%以上的不是你的。因为他的鼻子，他是那种纯肉鼻子啊，然后你鼻子稍微带点沟，传说中的鹰钩鼻。你看嘛，我鼻子好大呀，宽得很呀。而且这个头发说什么？高鼻梁而且我这个没有高鼻梁，他也没有高鼻梁。你看嘛，他的高鼻梁一个都没有。
哦，这个男的更像，真的，这我们邻居整个人都说这两个是我最像的。你过来，这样看，对。这样落下鼻涕。你这个男的，人家女人都不怕，你男的怕什么？过来，等会，就半米，是不是都无所谓？干什么？我说真的是，你看嘛，这个也高比往退一点，往退一点，高比例一个都没有，你看嘛。哦，真的全不是，那这些孩子喊你什么？爸爸呀，肯定喊爸爸呀。啊，他们叫你爸爸。你叫我什么？阿爸，阿爸，对。那叫你哥哥叫什么？阿公，阿公。哎呦，叫你爸爸，叫你哥哥阿公。阿勇就舅舅的意思。那这4个孩子都喊你爸爸？肯定嘛，我经常待的时间长嘛。凭什么？这个都像我的。都是你的。这个都像我呀。那你哥哥的呢？不是他哥哥忙得很。Tadi jamu ti nyolo wat da got kar nyamalo so Tati mo zoche tamati number 搞了半天，这4个没有一个是你哥哥的。啊，家人们，不行，再聊我肚子要笑死我了，今天。我哥哥说实话，我哥哥出了一点事情，应该在身体上面。妈的！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哪有你这样的弟弟？什么都往外说，家丑不可外扬。就说简单的话，弟弟没有的话，小孩一个都没有。他妈的屌！怪不得也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你秘密嘛，其他不要说。啊，对，直播间的家人们，帮他哥哥保守秘密，能做到吗？能做到，公屏扣1来。来，哥哥姐姐们，能不能帮哥哥保守秘密？能保守秘密的，会的，公屏扣1。出了这个直播间，谁都不许说，知道吗？出了这个直播间，咱们谁都不要说，好不好？哎，能保守秘密，咱们公屏扣1。好，扣2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会替他保守秘密，并点切片的。千万不要做切片，千万不要发出去啊，这很难为情的。跟油菜。没事。哎呀，笑死我了！你管人家呢，半真半假，哥哥这样不好。真的，说实话，他老婆真的确实挺幸福的。哎呦我的妈！你以后想当这样吗？我不行，我还是说拥有整片森林吧。我这样子的话，我只能拥有你们2棵树，有1棵树还不行。哎呦我的妈！有1棵树，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拥有整片森林好一点。怎么晚上11点多了？啊？大哥，晚上11点多了，什么意思？没事，我每天都1、2点钟下播呀。对呀，挺晚的了。妈的，这么你羡慕吗？我不羡慕。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好像长大。对，我的老乡。一笑嫣然同时要嫁几个人？我不嫁，我就不嫁。
啊，你不用加，真的不用加这个。我走了，这一动好，祝你玩的开心。对我玩的特别开心。今天晚上是你敲门还是嫂子敲门？不敲，互相不敲。那有暗号吗？没有，就直接睡觉。哎呦我的妈！你不是能不能隐晦一点说呀？你这样容易封号的，啊？你这样的容易封号的。怎么男人的？不是，怎么叫就直接就？直接就什么？直接就没有什么暗号，直接就哎呦我的妈！哦，但我懂了。那我去敲门嘛。啊？那我去敲门呗。对，就是说，还是要彼此敲敲门，互相尊重一点哈。对，互相尊重一点。对。OK， 好，行，好了，祝好，越来越好，天天开心啊。OK， 贝贝。OK， 好，大家互相点关注，给港吃巴登点关注，家人们。对，互相点给关注。港吃巴登点关注，谢谢大家辛苦了。那我走了。好。看送给。看送。干嘛一直拒绝呢？对，我和佳木在一起连麦呀，他说任何事都不要连麦说了。哦，真的吗？肯定嘛，在佳木一起连麦的话，他不同意的话，我不能随便连人，这样的话太不尊重他。你那么喜欢他吗？不是我喜欢他，我就尊重他。好吧。人家这个节目会跳口卡音，你们会跳吗？啊？他这个节目会跳口卡音，你会跳口卡音吗？对，就是呗，我喜欢学会跳口卡音的那种。麦可以学吗？我教你，你可以学吗？可以啊。你现在试一下，你站起来。别撒抖，你等等。今天我那个，好的，我学嘛，发誓学噻，看，跳什么样都行噻。口卡音可以的话，我们两个可以打 PK， 不可以的话，不是你先教我嘛，但我不会跳嘛，你先教我嘛。你先过去，你今天晚上穿的怎么样？我今天晚上穿的又是一个花花那种的。哎，真的。两个脚跟这样碰一下嘛，速度最快的。真的啊，这怎么脚两个一起动是吧？两个脚就这样打一下。哦，我懂了。懂了吗？懂了呢。你看，3、2、1。等一下，我把这个摄像头这里。摇多少手的那种，就摇下来一爬松。摇下来，你摄像头在那没过来嘛？等一下热的。手怎么弄呀？啊？手呢？手什么意思？这个怎么动作？这个手呢？哦，手是吧？手就直接这样放，开花。啊，就这样是吧？哦，开花。就这样了吗？哦，他脚动一下嘛。脚动了，你没看到吗？就这样吗？这个效果达不到，就相当就这个样。两个脚，哒碰一下。这个怎么碰呀？真的是这样。哦，感觉差不多。那我是刚学的吧？那个没有那个嘛。哦，不会跳吗？没事，到时候你输了的话，不要穿这个裙子，换衣服。这个不是衣服吗？就不要穿这个，换个衣服裤子。哦，好的呢。好的呢。我知道你最近有点喜欢我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
看知道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老师。这话跟老师别你妈了从，啥这前面的嘞，晓得是个当老师一直是个别买，能不能帮忙？没怎么上了当个的嘞。东说也是他只有那当年用他等着做了的，个人才你妈了从的。哦。这几么个可是在那个小闹闹说说的，但今这个三个大黑是办用起因这话做些是这些的嘞。现在关注兄弟们，家长东北你把三把他说从完了，干到农家去的个在关注这里接入他们弄吧。哎，你没有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好的。怎么点关注兄弟们？怎么点关注？这边1000个人，给他120个人关注下，今天晚上。让你浪费时间了，不好意思啊。哦，再来。了，不好意思啊。哦，再来。妈了总，知道吗？当然，你妈了子打这个就一样。知道吗？知道吗？呀。知道吗？因为那这么大安上起来的给我。哎，就给你爬上最后。我呀。知道吗？知道，那我得打拉萨班这你把gar chung做装黑的的。你妈了从这电话杀车我不接嘛牛，到的娘，我不接嘛牛，切的背擦的的杀车装我的家子的到哪个晓得个些，打来的给，就咋这样么没得嘞？哎，是的，看的可是什么来的？这当叫了那么跟这个样么有的，我不相信。呀，等那个，啊，给哦，等那好，嘎嘎，速度先不慢的，这知道，这见我擦，哦，嘞，这见我擦，嘎嘎，哎，听做的，嘎嘎，速度先不听的哟。见咋着？就是那的手里热的。哎，见咋着？让你都着。我也知道。专门咋着？妈了，对呢。这个。都先不打钱。这个我们那这种更不要做这样着的。打，看走你们国家这不过些的呢。这他那怎么了？跟他把的，啥子来怎么了啊？我把你们送过来有。对，我把的嘛，就帮我把有的别你嘛了做的，大瓦机呢，但是俺妈怎么不能接个给头的？他去叫了嘛，对皮皮。这皮皮钱不装么？这没法一大些皮皮的嘛的。就那么真的是不装么？皮皮在介绍了，他那皮吃饭钱不这就人呢？这就跟俺跟他把的啥子事来嘛做些。啥子这是啥子？听到些个眼些没有？没过啊！这嘛在吃饭这真的皮存长真的个人容易做的做你嘛？我呀，盯着家里去。哦。他这做个最么子？俺我引导参照个噻。他就是教学。他教等不嘞？教做了耶。啊。但你们这啥车在的人在门上了的，对面去了去的。对面去了去这教家些没做服这讲啊这嘞。家些做哦。哦。家些俺多么干脆，多么等着为那个。我觉得狗弄的那多么去干的，好好的了嘛，多么美的狗去的感觉。呀，垃圾吃了嘛就。狗弄那几么看，他那都来的。哎呀，对么子？啊，看你妈了子，就多么干的没呢？你妈了子，就你不多么打算的来的，还过的。这些肉鸟哪几肉鸟看的你才有？这些肉鸟那真的那些嘛，他这些肉在那拎着走嘛，都去了的你妈了子。那个看你什么的嘞？他去西子的不么说多么有的钱吃弄吃么怎么有嘛？也是吃弄俺们怎么我来的，多么是就一个人。
Tomo kem yer ta chi karo mundu kete hi mandu na. Chamba tse musa chona te tse. Cho jasa ja cho nya po den den go dem ten ra yin sa kan no. Nyama lo chong ngi. 人家婆的狗子是这嘞， Ta ngaru hi. 没晓人家婆的狗呢是。 Nya yin den go go re no lo tsu komba den go dem ten ra yin sa chu. 这么样，现在的 Nyama 肉 lo tsu yin sa ngam tsu ta cho jasa shi gon chu shi ar de. 顶俺我唱了，这千万没有对口。 Jasa shi mo kon de te cho nya yin go de men jing wo sa de. 我都钱不。啊！我都见不人，就这样。 顶我唱的嘞。 你妈了，这钱啥么个？那差个等那个等到干钱不嘛觉得？ 信着。 你妈了，从那这差个才得适当的可能，是说对了，但群群么子有嘛？嗯？娘，他这的， 伢的。 这是西瓜。 那没事，这现在是多么年啥的，现在跑个么的去过去。 通过这这些，通过年啥大这我做成个那等你接对面的接里面做嘛咯？我见到这些最高我们下上个点三着。 过来，你在没在这些做那么多过来的？ 但俺们现在那几大局的，不是做啥的，不是做我们的脑不的，弄了吃的、吃的、拉的、溜的，比啥人的那人嘛不是个。这些做啥的，可是等到比啥就能匆忙下来走的。你得空咋做这个？我没得来不上班啊，我有多嘛了，你妈了做。他这里呀，卡路对着长了些嘛，你妈了做。三级来上线。三级来是这个这，一句这个。 啊！但是听没看你这里那地里，他这里这去，这里，呀，我走的，我走。到么时不嘛，找枪子我嘛干嘛嘛，这里面个人是这这嘞。过来，这样子这个俺做多么多干嘛，这个俺多么多干这个都就没呢。到么时不嘛，找枪子我嘛干嘛，跟着嘛在没事等着。多么时不嘛做的？板包嘛，钱包嘛等着。 爸爸们、前爸们是在眼上了，干的嘛。我打我接。打多么，打俺眼黑的，打多么，俺多么那不着。他这样。了不错嘛，我他把什么干嘞？日子些我这个。你妈不错的，大见面你们做么么是真正没得过你呀啥ye，我要走。三句两声音的建议。 叫这个那地下好。我对这批接去过来，就是我们搞嘛个这。没够俺放手走了的。呀，第三句两声音。对没？啊。我那把的。啊。叫了那没中了的，叫我大概的粉丝那个53级的了。啊。50级大概的粉丝那个。53级大概的俺那要做当你批粉丝啦。 这去年把都很难了嘛的都。我个叫这发的那就没个。这干嘛搞么？这个可做了的。啥是不能加把东西空把的捏起？俺去那要做的，当你批粉丝拉过来的。过来的，这俺你叫放手了，他去叫了嘛那个那几个。这53级个大个粉丝等个大。大嘛子，当俺在那里面叫个球。 来没接么个眼的老球，来没接个嘛？有。呀，粉丝等个。粉丝，大你懂一家生手别的，生动也投个球。哎呀，对你妈了。来，这我不走，你懂人家来投球，粉丝人家开有老要跟我你粉丝人家拉我个。粉丝人家拉个呢，球你里面在做里面球打上拉多嘛。 你妈老做多嘛的，这做么重要嘛嘞？你粉丝人家打干嘛要这弄老苦？哎呀，他拉球。我呀。人家是说的，是。你妈老做的给他一起开上做啥的？哇，刚才去吃的。哦呀，当吃的。人家说呀，吃的老家了，呀，我跟你去。
我之前不好看吗？公爸妈做阿家弄吧，那蒙不这个来的是个你妈了做专门今年你大西皮克什么的，这来就的，马上来了嘛的。哦，大家去大西皮哥哥晚上好。就是讲我来。大西皮克的做个买，中心皮克的意思了。哦，哥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妈妈对面那个街卡个搞没子，别家些没子嘛没子。要小子家的喇叭个讲的，这可当小动作的，用的喇叭。你妈了，这家里装不接动的。啊，这个家不？啊，这能咋去？别这个干仗要请你了自己装个。哦。结果那个某某西巴那端下，啊，别撒下，结果那个某某西巴那是端下，咱把啥就扔下来，我叫啥把扔下，我这请你来不行那都，干啥激动的？你的声那个老姨嘛，没事，音号没电了。哦呀，你想嘛是个样子。电咋早起来西门声卡没电的话，你就控制呗。那个鸽子，我给他把当时就当我去了。呀，有点大。特别有意思。这个那个毛毛真多了，看上。哦，镜子里的馒头，家给讲的镜子里的馒头。Chila ke chase ek samne lo tan da shi so hu chong chi ra jawa ha jang gi nyong nyo re 给你个小子自己给我录下，我可以录。真的是。还可以真的擦出来。我从什么地方做的什么做别人？我从公主把的等长大教育就当个啥子？哥哥，啊，你人家笔记一个字。一个字哥哥那哟。对面一小孩儿去那个么来哥哥。我你妈了，这都是成所有人长大还是有别人人家抓的就可以嘛？我发誓待会儿打个脚嘛，那我们你讲到他就我那中年我们搞的么子？他把这个搞的，不是那个，卡巴就卡巴我没有，不要你妈了没有。阿姨，你来一下嘛，我在直播间里面。阿姨，我来一下。阿姨，来一下。吃饭就最后打一把，我走了。现在。给我拿小锅了，你吃啊拿小锅。你们这年了嘛，十开10磅你去了嘛？你工作人跟俺演出。我有。哦，那对嘛，做对，他咋个嘛方式？小子啥弄不下来的。吃饭人家说了算好的。呀，他的头哥哥堂去，是我们那个咋了？
你妈了，可干到那可下去地。拿走最高，拿走最高。哎，在不在老大？拿走。啊，小次，哦，老大在不在在。 ？OK。3、2、1，开兄弟们！啊，对，我的4万多票，哇，这个。我说的，黑色的大力的可送嘛是的，看他们热天，OK。你的思想要跟着时代去上。我咋个你看这做结婚的，人家觉得弄都结对就认着了嘞，加哈哈的炯炯。都有。没想到我操！大吃个东卡做个那不你们怎么个不么炯炯的这个公平装模的啥么个，干嘛装模做起个买小车？这嘎嘎鸡巴的。不是，俺这嘎嘎，Let's go 嘛！啊妈妈，给家兄弟们的多钱？你妈了，这朋友大哥个爱去接是个，我不接么？现啥么个？我去朋友大哥接资源呢，你妈了，这这弄菜牛子面子叫了生活。啊对。我们干了个嘉兴些tradition西瓜，嘉兴些tradition西瓜。哎呀，我跟我们去没嘉兴tradition做啥的？咱们俺这儿给了搞 disco 唱的厉害。我都中过几个，他就不会说的。能播啊，是说能播，有你真好，真的。哇，真的有你真幸福呀，真的。我想完了，掉了。感谢爱心人送的人气票10个，感谢。没点关注的所有的家人，点关注给兄弟们。呀，准备好了没有？不是兄弟，真心话，等到你们装我推出来去大个，我这你妈给这些钱，那次他们讲个，我这些路没些推出装我讲的个，这里大点团结，哎，实际给这支钱，忙人给这支钱去做，不公平，到了就到做，这钱那把个理解去做了个，你妈了操！yang macam tu tadi kita. Mereka ni dia sangat ada cepat catong kau macam tu. Ngan yang berpemunyai macam mana? Terus yang hot cheese na tak ya apa yore. Ni malu tu. Tada mau mau cheese kan tu nyawa nyawa le mau bercara. Ya, 准备好了。那这个公司，这公司。我说把这个处理去，叫了咱们拿去家里去么做。放到那他去装，你妈了从。多么要给我些个的，多么要给我些看你。啊，给个这给个的，他让给个啥？要搞搞的些差的啊。给个现在的做嘛的，你妈了从。这弄啥叫了嘛？电视里面的人家。Let's go！ 阿姨。转过去跳。不是，那时候其实看那个过的波波看说的那批戏有啊。哦，看这个过的波波吃家的那批片，打工吧走。做的工吧，今天得个厉害呀，聪妈。好。大姨。打工吧，车起嘛了呀？走。
不像个非主的。跳，人马地，都别看，空吧都。啊，都。妈，好，咱不往弄是咋的人？我，这不么人。啊，这不能是直接这个，我不是发生个这个。这不么人？啊，那这个家准备的，这个家样。3、2、1。我上了，看着。过吧，走。现在专门就把我。你这个名字怎么读啊？多花一个飞机。来吧，那里就。你名字我不会，这个怎么说？你名字怎么说呀？感谢叔叔给我送零食到这里。2个花的标注，然后再一个分心。哎。Mare ko khakha zid ngelak pagin. Daro, lapan git jadi kajer. 看了吗我？打这个怎么睡？两半币，他给你真的。走，多吧走。哦，这个可以，转过去。我打的卡嚓几乎。娘。你这会装的。他走。他没动的这个上面人要准备动。撞。跳。啊，走，过吧走。这里的是干哪的？公吧，这招家给了这里的公吧都才来。这我都看你的公吧，你就把带进来这里。哦，这个嘛。撞。加油！公吧走。转过去。我呀，这个一刀。我进来。那咱现在是在救命。你妈了，我真的闹这人，他今天就了吧？应该有。这些都是你们闹了吗？这种这人也给你们弄吧。就是公平的，你干着叫的，这裙子弄这人那个。裙子先弄，这个怕裙子铺口的，不用钱了。我裙子看不行可以。
圈子把不许回家去做这面的那这样的嘛。这地干咩？可有了天，可有了天都，没线的就没线的有了天都，没问题。有了天都没线的。一个那个毛木热下，那他全都在厂里噻，没给你这么干。我这里真是都搞这三个月操是的，打些身体里我那种的，真的我打工。哎，你妈了，他们不可以接来干什么？当然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太给什么，这些做的哪了？就当没个。就是这些太给些东西，天天吃饭的做的。他跟做这里了。这确实，啥个人可以咱们不得就能拿的东西上去呢？拿看，可拿的嘛，可拿的可拿你们放学拿看呢。我也就这个了，这。你们这个这个就上个你妈了从，达不到效果，把这嘎嘎的怕赔的。那我那干咩？这出的这个线嘛，等到单的，对的。把这个拖一下，没有裤子啊。就是给我发图片嘛。我明天也能过去要去，我一个大哥买个。他给么钱的？现在你中国的过节才上个。呀，工作好了没有？那些。他这也是，这可以加了，这可以。你这不可以。这挺弄。我就打到。东巴，这更多的，你妈。我来了。东巴新出来的，更多的。哎呦，看见的贵。哦，哥。咱年这种个科技电脑，科技那边的，我哎呀，人那插起高个，光把电力黑个是多么子你妈了怎么的？就这面你面的真个个的，插。错，我把多。Combateiro!你妈了，赶快去，赶快去！要碰浪，要碰！看咱这差不多大熊20等的马路哦，咋热死个？咱用电器是的，用电器啊哦，用你3个。那这里先生们个，要你对求3个，你妈老聪个，要你对用3个，别的说不能别说啊，你说聪明这个，你说聪明这个是这样的。多个，叫，那不当真这样的节目都看到不着，阿妈，呀，英国，啊，这真的老师太笑死了。3、2，轰，弄了安跑，来吧弄了卷了，来吧你可要就别撞，开过。Oi, tá combatendo. Ai. Mas tá onde cara mesmo, quando tá cani tome na minha lo to tome. Yendo nyal kondu nyire, nende kondu chi de sheke mas melni. Kana ngi ko ko. Lo cara mangya ko. Te tomba mata sa sa tam, minha. Andro ya sa chi mo tom. Ce tanda tramu gadgets, normal. Ce tanda tramu gadgets, tak nyam so yele ehi. Normal. Wow.
帮我迷关注关注一下兄弟姐妹们。默默泪下。摆正他站住领导。那里面的。 Ande ko gauge tong mes damu gitong tong ba tong. Nyama lo nani kyon ndenda tinda. Ni ti game ngade. Nani gitong tong ba tong ngade. Lo chuncho game ro ko. Ai ke ta na nyemi nyama ra ndo gale ma kama ya je chasa tenda ji zo ma de do. Pesa. Ando kama pe nyama lo. Hol ka pesa. Na? Game chơi nó tôi phát triển chơi nhưng mà nó không chơi mà đấy na thì chơi phát triển lên chơi mà na số nó rất là nhiều mà rồi ya kêu tên đi non chơi hết được rồi Thế mà ngã tiri da kor. Non ji yod. Do mata mazo kon dash ne te non ji ri mak non ji. Ya ta piswa. Man tan tan ga do de yare bo che de gza mang re sa. Sa agi. Ha ke mo ta ni ro. देखो跳，继续跳。老弟们，别动着，单手，换个其他动作，就这样，摇起来哦，打抖。Galen ranyoso de te menti quando é tonga. Não deixa por deixa de tempo. Sempre deixa te. Não eu tenho barco. Tanto não tomo eu sanga mata quando lurcha. Vem malo que dizem. Yoni pisa. Ya que desde tradição. Ande de que nere te pai. Naram ki kachde khaise ota ye goyu ta na pa ki do do yoni te sandu tera proteins to Lucy zo galere na ta pisando go no tem jacket这个。 Eu tava na piscina, deixa eu falar assim. Olha, sai. Tá chegando o treino dele, Piti. Tá bom, você trolla os outros gare. Como é que tira o pirão? Vou para você na pente para só encher, tu sei tanto zoom que você tinha uma toma. Sim.你妈了冲！拿手！你走了。这是什么的？这干嘛都得打马拉把地我们那决定去。对，也不得的。就是去我去做的，我跟着人。
现在还没做嘛，但是他肯定就是人说的是，别干过，肯定是，别干过，对，换个其他动作可以吗？换个其他动作。你不会呀？他这个写给他写给他。刚才有没有出来？那是弄出去了吗？Андрей, пакет захватил. Андрей, понял, я пошутил. 他就对你这三个，他这三个公羊嘛弄了酒，公羊嘛弄了酒的公羊，哦，他对你去扑，对。扑跳起来，哦 ，Let's go， 啊，我们啦，哎，当过一个先生叫嘛，等到嘛这是。Go get it. 他对这个去地热的，他妈家去多的地热的，有的怕是别的就那个上。好，咱做这完了吗？完了，给。咱讲到了吗？给这么给。不给，吵，俺了，不能打俺老菜去了。没人家吵了，都在对家嘛，不是感觉嘛，这里头，对，吵。走，快点！啊，别干过，眼睛刚先干的。妈。肚子那个。热的拉稀。啊！过来加油一点，马上就好了。走。撞过去。你上个背，你背着去，你妈的，他没有了吗？他没有了的。Korla mata madel tik mata demish muri do jao. 我那种。今天晚上第一名哥哥讲的你这个得个呢，他妈的这不能那上的那个多去。我们能考虑什么个？哥哥讲弄起兄弟上过来了，是不吃点去的。这个这是不吃点做的要么啦？我这才好些不呢。我都这么看的吃一回了。难度啊！像了人都我那种那个。啊啦，跟着就是被今年马路从换个上个。我那专门的这个的光线机业的。这个大家都能这么大，这个差的见到了嘛嘞？那不算的，这里头。da tu ting hong ru ta de tanu da ti chana 就光线一个人这几个字啊这不说上一看这啥子也真的700有人哦就我刚刚这么有人就没是第一是西熊个可这拼个啊第一次装饰到了的大个嘿这几个的
老师说的嘿，这个的，都干不来。啊，不是，真的来呢，装呢。他这样啊，我看上个，他什么？看不到这。样我马上看嘛，这个天嘛上家庭，咋了？你妈了，他是这些游戏。冰箱放那小白菜去冻的些羊个小白菜早了上个可把家那走。你妈了，这多才多艺人啊！你可把发的人，那他去真的是对啊，你是不是这个对哦？那不，他说什么你知道吗？老师他说他手机卡得很，然后他降温了，说的。你看他怎么降温的？这个小白菜是冻的。他说那个小白菜是冰箱里面放的，然后拿出来给书记降温了，说的。你看，你妈！小白菜这么你妈都跟骗子多似的，要你等，你妈了。看过这次拿你要把那就看这个啊，那你要把那就看去。啊，真的，打到你们身上，这节他这直播间的节路上面个，这创作的下个嘛子呢？就是给那可把讲的给，就嘛知道也了是。嘎嘎철그나俺你철这样，俺你抢都不脏个，对对口。啊，西这电话卡把客人讲着都这家规模都怕仔细的了。啊，嘎嘎，俺这潘家都没得着。俺这潘家着都吃过家的过问的怕下一顿家着都书记这家的家了记不记得？这要说嘎嘎，怕下个的家着没吃过个的狗，嘎嘎就真的是客话。你客啊？俺你他不有，你没生哟？哎，你没生嘎嘎，怕下个的家着没真的是客话。我呀，俺这几三八容易。哎呦，这要去。Короче, ты все эти другие не могут. 怎么说是？大爹，我说你不练的呀，我是那都可以写这家人，关注这个边的。Арал news менете. Тарот деца ты чего чат демо уже когда лизо ты бавара ты когда жар 뭐 가봐 자자 차그리 진사오데 건다 자운데 아 안도 체니 리데 주문에 존에 거자자 자리다 아 타기레 그 도 좀 되다 리운다 차그리 오는데 자로레 차그 좀 리도라 거 तेतो तारों दे 초대로 야 जाते जो को जाते ये जैसे ले वो जमाते तो ट्रोमा के पास जाना को तो फेर 我要工作当个下播姐姐，你几次的没弄上？啊让你个一遍呀姐我这给这个嘛的刚刚啊什么的哎呦，娘！啊，不用老大，真的不用点。别这我要你几，有责任。这这人责任。哎呦！谁过那个默默的呀啊上班多人个的上班就这样，可能的些过那个默默的啥觉得？他些个那么啥嘞？你妈么啥个个人那么就。恰恰那怕擦擦擦，娘家那怕几次的，秋的呢俺吃的个真是，你的呢秋冬吃的。거工作吧的啊。
咱们的赛季吃了没戏不？我是家马在唱可打错就是一个你没做嘞。 ，fish，我那中年的讲吃过来到原来是。吃过去干对过去。我都弄好位的在到原。来把豆个的，来把豆个。刚去年嘛。 我呀，给老板小费什么了呀？我要吃的。对的嘛，娘。对的。干么？我不去。我呀，给吃的。给，他说吃爸妈怎么个？刚才爸妈爸妈怎么个怕是爸妈？你没说你要有。点赞。 我呀，今天怎么人啥的？哎呀，是啥的？我呀。我的小兔三对么都怕了，弄叫么变去。卡路西的弄就等着等了没什么的事情嘞。这么子。他最要退出了吗？对，他说他上下播了，说的。没给我点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你们给我点完了关注之后呢，给我上一个墨迹，不上的话那个不行了吗？欢迎太阳大哥，谢大哥。喂。呀咪啊，这么多点俺多钱？呀。这个辈子再来一次，送你俺离个教育教了嘛，送你教育离个教育。 这中午吃米米啥3点钟不见不散，去喝茶我来请客。他抢到3点钟。哦，这弄样我来搞的。你妈了，你没信？大概3头。这弄样我呢，别你妈了，就给着有人做把做嘛做搞的。那家伙弄干去。家伙弄干去，那家伙弄请客去茶哦。那这些不嘛啥人做过？ 这弄样我呢，那小跟的小，也马跟的马，也drama跟的drama。啥跟的？这么不干？可是这弄么多个嘞？可是打嘛来了，都打嘛来了呢，这弄干的，这就是些。这么做，当然家伙弄多，家伙弄。这个这弄样的，伢子干嘛我都嘛了呢，这来的。你妈了从。 又做了，看到你啥天的起床，我下去你把了，没事没干了呗，看到，这这。你可以给。呀，这个你说就是你把什么个推加工着？打我呀。我呀，这人。好。他对面这嘛，他就这人啊。好的。哎，这人。